动吃来做事。市场是地方生活的走样，除了寸金论量，讲的是人老人之间的心意。但来也为20年呢，大摆往市场都看得到个最有人情味的人情老风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姜黄，好香哦，好香，很棒。哎，你看你底下哪个地方嘛？市场啊，也喺桃园跟南坎市场啦。是。伊里啊，跟附近的工业区啊，因为东岛跟新出名就都要来做生。你看，东岛跟新出名都要市场摆摊那套生活。哎，你看。哎，东岛后生的东西呢？看一下，好像是越南的，是不是？这样是，这是越南嘛哈？越南的美食，哎，什么好吃可以推荐一下？哎，你有吃过什么？哎，我这个我有吃过了。这个是有点像河粉，凉拌河粉吗？是不是？对对。然后这个是春卷嘛？哎，不要我说什么，你们都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感觉很辣哎。哎，你想吃什么辣？买一个来吃。还是我们试试看这个春卷好？好啊好啊，这是河粉皮做的吗？春卷里面有米线、跟大陆妹、跟沙子、跟猪肉。你来多久了？我来6年了。6年了。多少钱？这样够不够70块。OK， 谢谢。你打开我们可以试试看口感。好。哦，它里面还有叉烧哎。对呀，他说是什么？他说有大陆妹、有虾子、有猪肉。来，哦，它就有点像，哎，这就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润饼有点像。对，润饼卷，润饼，哎，对。哎，我这样也是，我要先吃一口。哎，他们的包装其实还，所以这是可以吃的啦。糯米纸对不对？糯米纸可以吃。但外面这是塑胶啊，这不能。哎，我时节食肉的有冇？都卡不偏的食肉的呀。拖唔落去就用个糯米纸。哦，就糯米纸。糯米纸就包着，哦，现在弄到食物上。很新鲜哎，而且皮很 Q 哎。站一下。好了，老板娘，谢谢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这好渴哦。有卖饮料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薏米，也是越南的薏米水吗？都是越南式的饮料，有越式矿泉水吗？哎，你很好笑哎。你知道越式矿泉水哦？很懂哦，住台湾住很久了。就20年。哎呦，哎，可是这个是好像感觉吃会饱哎。对，会饱。是有没有吃那种不会饱很凉的饮料？加那个冰块，加那个椰子。老师没关系，那个老师喝不完的部分我吃好了。我要一个这个好。对。薏米这个。玉米的。好，这个多少钱？60。我以为你会说50。真的吗？可以。你看，哎，老师是这样杀价的。买菜就要杀价，而且越南美眉多棒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可以。哎呦，还加别人不行。这个是椰奶吗？哎呦，我们马上要现喝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炸香蕉。炸香蕉哦，好想吃哦。所以得吃看那里啦，用就用那种破的啊。以前没有吃过。其实我们客家有那个破菜，他给它个破菜，我觉得应该概念差不多。哦，是哦。破菜没吃过哦，懂菜啊，只是它是甜。没有哎。那不用再炸过一次吗？好，哎，你先吃。好，试试看。你如果昏倒的话，我就可以保护你。一个就好了。你又要请我吃哦？好吧，请我吃，我就他赶紧就吃得下哦。要自己买又吃不下哦。里面很绵哎。真的吗？它不是芭蕉吧？很好吃哎。满好吃啊。我先服侍您喝一口。要嚼。哦，要嚼一嚼。嚼里面下面都有甜。不用，要不要服侍你吃一口？不好吧？好。味道很新鲜，好吃。我觉得越南美食真的很多，然后我们的客家人，对，客家人很像哎，客家天丝，这个我们也有，在台湾好不好？很好哦，尤其南凯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很有人情味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应该都很友善，对不对？很好呢，这边住很好，这边住很好，对，我也住这边20年了，我觉得懂后。
再教你一个很好，就是董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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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董康就是很厉害，董康，哎，对，很厉害，做噩梦，不错啊，感恩，感恩，拜拜。哎，真的不错哎，好吃，你看是不是师从就懂有年轻？真的。我讲哎呀，带你去一条，另外一种越南街，你压根都会吃东西，那个就是什么美容院呐。哦，刚刚是越南美食街，现在是越南美容街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按摩啊、洗头啊，什么都有。我有时候想放松的时候，我就会去修指甲。贵妇生活就对，不是，因为台湾现在有些店你都要预约啊，人力不够。第二个他善忙啊，他善忙就是比较好预约就对了。是，就在前面转过去。哎，我都在这边修脚指甲，平常。哎，老板娘在不在？老板娘来这边做多久了？6年哦，哇，很多都6年哦。生意应该蛮好的哦。哦，是哦。哎，就我平常时来修指甲呗，你看。很小，可是环境很不错哎。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可以试做一下吗？试做一下，来，这给我。你看以前你记不记得有时候传统的时候去泡，你记不记得要手这样装水泡在里面？可是现在他们是用这种像按摩，很高级耶。对不对？你就是把鞋子脱掉先把你的指甲泡软，然后它就开放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懂便宜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主要是觉得他们的新住民哦，是懂善忙。9点头8点，就市场开市，他就跟着开市。一般美容院要10点。8点就开门，然后一直做到晚上8点。哇！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？我工作回来很晚，找不到洗头或者找不到修指甲，哎，来这边就录完影就来这边享受一下。对，而且他们还会有脚按摩啊，什么都有。我觉得不错哎。所以因为附近工业区的关系，这些新住民哦，来到台湾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在生活。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，真的了不起，而且用这么小的空间打造出一个好像是最舒适的一个环境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种越南皇室登基的感觉啊。没有，请你来逛一逛就好了。好了啦，走了啦。哎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拜拜。感恩，谢谢。拿去买个虫哎。哦哟，哎，老师今天怎么都买新香料啊？对啊。不是，等下是想要把我辣死。我等下做什么菜你就知道了。好神秘哦，神秘感，不错哈，很新鲜的样子哎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好，应该够。哎呀，辣椒还要补是不是？辣椒。哎，辣不辣？辣，这个是朝天椒，这个很辣。这是朝天椒，这很辣，很辣，但是对肠胃很好。哦，朝天椒是对肠胃很好，因为吃完就全部都拉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第一杀菌。哦。这一斤多少钱？这一斤多少钱？40块，不能便宜一点哦。这个已经很便宜了。真的吗？你来的话，一句话30块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哇，哎，我以后来市场哈，带化妆。对，还要带2台摄影机之类的。我上礼拜来没有化妆，你卖我45块。一天一个价钱的。一天一个价钱哦。对。哦，那很夸张哦。哎，你这样卖我40块，老婆会不会生气？晚上没地方吃饭。我觉得这样应该够了。哦，这很多。哎，老板，这样有没有1斤？还不到。真的哦，哎，那1斤还蛮多的哎。一大袋才14块，14这样14哎。那我们南港老板帮我抓20块啊。哎，我们南港市场的怎么菜好感人哦？还是我们今天去南美女？人和善嘛。人和善。对啊，真的好热情哦。你看，这就是到那个超级商场买菜不一样的感觉。对。对不对？超级商场，提供几多钱就几多钱，多少钱就多少钱。这你看老板。40块还可以1斤30块，哪遇到这么可爱的挑嘎，对不对？挑嘎，我挑嘎，哎，要听得懂哎，他听得懂。给啦，对，老板我只有20块哦，你说抓我也给你20块。不小会哦。哦，老板，谢谢。哇，这番茄好漂亮，谢谢。就反正这种市场就是琳琅满目啦，日用品啊，你看那个柜啊也是很多。像家庭主妇来这样一趟哦，好多东西全部都可以吃。对啊，所以不输超级市场。对。比较多，只是超市场有冷气。对。哎，你看，我想买那个蒜头。这个是菱角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菱角，这个黑赏年轻人没有煮饭。你糖蟹啦。糖蟹，哎呦，他干净哦。嘿啦。他干净哦。你那边他干净。主动。哎呦，跟他一样，广回六哎。对，但我现在海陆我都忘记了。高级呀。糖蟹啦。我听得懂。高级呀，安诺嘛。哎，你不会讲啦。红葱头啦。红葱哦。讲客家啦。客家的葱头啦。葱头啦。葱头。也系拍个酸的啦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没错了哈。酸的，你要姜吗？你看啊，人家刻意教学。
中老。买菜还可以学客家话。对，哎呦，要一包多少钱100， ？100，这么便宜的哦。冇法度啦，要咱台湾呢。幾好老年哦，40蚊元就送嚟30蚊元。你客家年冇送喺便宜的喂。其實客家天后呢？好啦，那90啦。哎呀，9折不錯了啦。到時候會不會說我們一直在跟人家殺價？沒有，其實我還得講，呀傳統市場還有米絲啦，做得降價啦。對對。好啦，好，謝謝啦哈，陳夢怡，好酸甜，就是不？謝謝。哎，我真的很不容易耶。哎，他真的笨手笨腳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國產拿都給，而且他趕緊講會數 QQ 啊。哎，我有種在看出唔係做生意拿國產的嘢，有種在那個田裡面翻土的感覺。你這樣一天賣不出來。我係來有啦。反正要搞本專業的啦。懂吃，來做事。你要帶人去給懂貼票的地方，太高太瘦吼。好，我上個面看，跳剛好。哎呦，帥哥呢？小帥哥嘞，今日安怎麼個？煮了存了了，了按煮的就存了東西了。生理懂吼。要起白，客家起白。你像我什麼個？要碎飯呢？哎，你那個可能比較少吃到這個。魚飯，這是什麼？我沒有吃過。沒有吃過。這個，哎，你台灣客家人。會做咧，搞不好手指伸出來沒有數得完。哦，懂事。懂事人會做。我媽媽懂好食樣嘅呢。幾萬？你看一天都是老糖的嘛？對啊，一定要老糖。這樣你們是國寶了呢？沒人是國寶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你知道我跟那個劉大哥怎麼認識的嗎？我們有一個不為人道的關係。談戀愛是不是？哎，他說對嘅，沒啦，因為係有擺好來呀，往市場啊，就看到哎呀，有一間專門賣客家米食的呀，就買。所以意思就吃到講，因為有米絲，然後是我就又多轉來問過，哎，泰國請問，你真嘅客家人嗎？他跟我講客家話，他說我係客家人啊，佢帶到苗栗南莊太南部，我就回去跟我媽媽講，我媽講，哎呦，這件萬年的生意呢，從小他媽媽生他，我媽媽生我們兩個差幾個月，有他的家沒母奶水，聽得懂嗎？我沒有奶水，然後就是抱來我媽媽一起餵，哦，就喝。同一個奶水這樣長大，哦，那這樣大哥是不是奶水喝的比較多一點？就是他身材比較壯一點哦。他都被他搶去，他長一個他狗啊！我媽媽說都被你搶走，你身體比較好啊，是不是？你啊事情興拿破，拿破佢那嗰陣嘅白哥些，啊，其他話講，特別做農家嗬，較忙。老不出名，說老窮啊，是眼奶媽嘅呢。是，對，以前的人呢，媽媽都做農田呐。對啊，這客家世界真的很國寶做的嘞，是沒幾個人會做。你吃看看，163年，很特別。它口感真的好 Q 哦，是，而且很難想象，光是米就可以有這麼香的味道啊。你唔係不用色素呢？你黃梛子花你啊。梛子花、黃橘子哦，黃橘子周色的哦，用這個去弄色的。你看都天然的，純天然的。你看每按種種的，我邊黃關樹黃哦，是用這種來做色素。黃梛子啦，係啊，哎，那大哥，你底部準備有做麻板？做烏板啊？烏板，芋頭板是不是？我的最愛。真的嗎？我跟你講，就表示大哥的東西全部是純手工做的，辛苦哎。想不想學？搞一下，可以學嗎？搞，好啊，做的。哎，阿哥也都炒嘛嘅？你炒完你烏嘅偏香嘅哦，香料，香料，有按多嘛嘅？你啊，你底度吼有紅蔥頭、豬肉、香菇、下邊嘅，加強了等它啲比較好嘅時間吼，個烏嘅啊，烏嘅上邊落去炒，炒好嘅時間上豆豆米醬跟住上去做的吼。哎，真勁，我愛捏吼，對啊，頭料一炒都愛用麵嘅。好，本調味了的，烏嘅調味了，來，你烏嘅係大隻嘅烏嘅哦，
哎，当松、当强、当好食，哎，看起来一皮一皮的，就有那个纹路啊，看起来就Q。伊时常脱污的时节啦，个头脑会缩起，然后佢按树一命命，看到粉粉嘛，个粉粉那个污的是当好食。好，哎呀，做得好，那不要拿来就做得炒。哎，刘大哥，我还要想你吃宽哎。哎呦，天数啦，天数啊，落菜，我看到啦。我刘大哥头发贵生的几个来，几个来。结果这样笨手笨脚的，哎，我真的很不容易耶。哎，他真的笨手笨脚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落菜拿都给。我夹地位啊，我出货谁哇？哎，他真的就是少爷。我觉得把它弄均匀也不容易耶。老板还是你来。我再试试看，我再试试看没有？哎，这他赶紧讲会素 QQ 啊。哎，我有种在看出没做生意，拿爆菜那个。有种在那个田里面翻土的感觉。你这样一天卖不做不到。反正要搞本转一样的啦。哇，真嘅，我平常时候食得几五的饭，按细细一碟，如果一个烘焖真嘅懂。而且一块也没有多贵，可是你看老板真的辛苦，就是真的纯手工，然后又很平价。老米酱的时节吼，我直夹嘅温度，温度，哎呦，米酱哎拉起来吼，真会软，食起来真会好食。是啊，哦，就可以让你等佢滚一下，盐叔叔做的。哇，哎，故说有那个萝卜给全部买下干咪吃，当用就按用。用做。哇，真的哎，买几十类牛的，然后每一样都是打扫，动作就红虫哈。3点。哇，晚上几点睡觉？做到差不多8点人9点睡梦。9点睡。辛苦很辛苦，对啊，所以人家后想你很周啊，就叫您怎么可能？你3点还没睡嘞？对，我3点才刚睡，对不对？好，做得了。滚了，香味已经出来了。还有3点天数一下了，拉比原来要哈。好，闪一下，我自己我都是一只手这样弄。这手，因为有样素 QQ 嘞。少爷啊！你看，唔拉夹，哎呀，属土唔拉。是这有那几个，他赶紧做完样的东西又几辛苦。来，唔会做冇上。嗌搞唔啦，嚟搞嚟。你剛好出啲唔係冇綠潤嗬，會攪在一起的。一般嚟嗬唔會軟，食起來口感冇咁好。好嚟。好，做得。你家祖傳3代都是動嘴巴的，真的。所以你說相聲呢？對。好，然後放到農場蒸吼，要蒸的時間吼，差唔多40-50分鐘做得嘞。好，哎呀，做得。這樣又蒸起來就做得嘞。好來，午飯做好了，整好了哈。亞軍人家看到的哈，劉大哥，然後還做出來成品。係啊，我第一點他要做嘛個本身的。哦，要幫我拿去微波加熱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啦。哎，老闆幫我們打包，拿出來某空用的料理本也是，真的是從成品。都小污哎，都抹粉，都真的。很少少呢。哎，真的耶。哎，你不會散掉了哈？唔會，很扎實哎。對啊，就是純手工這樣子。端。來劉大哥這邊，我就感觸特別多。懂辛苦，做美食小吃的，你要有美的味道，是後面一定很辛苦。而且有時候哪怕是我們這種市井小民吃的這種小的美食，都還是很多學問在裡面。真的，而且又要傳承更難。剛剛我在後面，就在那個灶爐前面。不到10分鐘我就快要暈倒了，真的。但是做生意嘅好命哎，你。真的，現在小孩子都很好命。哎，日本帶咗，帶謝老闆。今日講什麼？唔係啦，要行上來了。一定會來。拜拜。我是那個咖米斯，拜拜啊！再見。你看，帶了空牙卡嘅黑傘。小杨老師，你是頭目是不是？意思？你們家還有黑傘哦？不是啦，黑來的蘆竹地區的黑傘，太古山休閒農場，太古山休閒農場。哎，
呀，嘿，全台湾唯一哦，客运做的丑都亚烟呢。这边有捷运哦，因为那个山脚下是那个机场捷运，那还算蛮方便。所以很多农场这边附近都很多，那各有各的特色啦。是，主要是它还可以开放给一些民众啊，还可以来体验一下那个农家乐，换一种生活方式。对，我现在带你去的就是蔡滋味有机农场，东神区哦。你看。小林老师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蔡滋味有机农场。哇，很棒哎，感觉不错哎。对，我刚好在捡这些葡萄多余的藤。哦，葡萄在底下乘凉很舒服。对，这边也蛮了不起，你看有山产有水产的感觉，什么都有。真劲哎，那你听说你这里还有很多的菜园，要蔡滋味有机农场嘛？对，所以我想要去摘菜。感觉一下可以吗？好。然后还有钓鱼，是不是？对，还可以钓鱼。那我摘菜，你钓鱼。可以，我们就分工嘛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等下我就可以煮的东澎排给你们吃。好期待哦！好不好？那我们去摘菜。采菜。好 ，OK。这菜好绿，你这是什么菜啊？这个叫做青松菜，轻松菜，对，轻松，听起来就很轻松。可是不轻松，它现在真的吗？对，因为现在夏季它闷热，所以造成它不是说很漂亮。可是我看已经很漂亮哎，听说老板你的菜都供给学校营养午餐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都是供给我们附近的一些国中小。所以你的责任很重大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食安的问题啊。对，所以就要用我们这个老板的有机蔬菜。那我们来割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像我们这个刀子后面有这个刷子嘛，就是我们如果有蚜虫的时候啊，我们拔起来就可以刷一刷，割掉。哦，这样割掉？不行，要割根的部分。我懂了，不要把它割散开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这样子不能散开就对。对，不能散开。这样子。对。这菜真的很新鲜呢，一看就是有机的。还有什么菜？还有一个小白菜。小白菜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小白菜。对，就在里面。我们可以走这边。今天要来挑战钓鱼啦！先要来弄这个鱼饵。刚才那个鱼大哥啊，挑嘎是跟我讲说，这个鱼钩啊，在包鱼饵的时候必须向下，然后呢还要重新这样一点包覆它的这种感觉。今天我这个钓鱼初体验，能不能运气好，蒙到1-2只鱼啊？来 ，Go！ 好，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有鱼上钩。现在是学这个姜太公垂钓啊，愿者上钩啊，真的跟姜太公一样钓到90几岁。还会瞪戏哦，等不到啊！这个挑嘎刚刚讲说钓鱼要有耐心啦，刚好这个耐心是我毕生最缺乏的一个东西。今天就当做来修身养性平常争名逐利惯了，对不对？偶尔也要稍微安静一下。拉起来看看好，确实已经送给他吃了哇，这菜真的好嫩哎！一样，我们从根部这里把它割掉。这样子，我觉得我用手比较快。也可以，像我们有的时候让他们体验的时候我就手上没有拿刀子，我就直接用转的这样子把它捏掉。真的菜真的超嫩的，炸了就可以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。对啊，这样好像够了因为我的功力没有办法做那么多菜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哇，今天介绍2种菜，真的都好新鲜好棒我还有听到鸡在叫对，你还有养鸡有。菜采完了，我去看看那个明翰，我那个学生他那个鱼钓的怎么样？他这个也不好拔呢。对，你可以拔下面一点。拔下面。对。你行不行啊？你看，你现在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的人要吃一顿饭真的很辛苦我连拔叶子都拔不好。你又不会切咩？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帮忙生火嘛。是啊。动吃，来做事。这一次的姿势显然有比上一次帅一点。我今天钓不到，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晚餐吃啦。我以为是，
来看看这一把我们会不会成功嘞？好，这一把会不会有呢？这真的要很专注，一走神就没有了。我刚才就是迟疑了半秒，就等于没有钓到。哦，明翰，我菜都摘好了，你也睡饱了吧？哈，我刚很认真在钓鱼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切，我跟你讲，等你钓完，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摇戏。我是钓了很多啦。你不用，我叫老板有准备。有网子里面我有准备几只鱼。老板，你知道什么鱼？无锅鱼。你看你有准备啊？对。为什么要派我来钓嘞？所以就考验你啊！你钓得到，老板准备的就没有用啊。其实我蛮喜欢吃无锅鱼的，像无锅鱼都没什么土味哈。对，是因为你这边的环境很特别吗？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它是自然涌出的泉水，活跳跳哎。哎，其实说到鱼哦，我有故事。是，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俺妈妈她甘宁嘛，那我爸爸其实是江西人，可是他在江西的时候他是当乡长，你不要看他当官，可是他一手的好手艺。我们家从小都是他给煮菜耶，他最喜欢做的就是鱼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家种很多辣椒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所有的辣椒哦剁碎碎的就铺在鱼上面，配上什么豆瓣酱或豆豉什么的，我们就称它为辣椒鱼，觉得好好吃哦。哎，真的你要多土，一直到那个有机会长大到北京去表演嘛，到了一家餐馆，湖南餐馆吃到说那什么剁椒鱼头，哎，要咪西牛文琼。董寿司啊，就是我爸爸小时候煮那个鱼的味道嘛。还问了老板说这道菜叫剁椒鱼哦，原来所谓剁椒就把所有来这位拿了剁个绵绵，然后加上蒜头啦、辣椒啦、盐巴、米酒腌制，弄鱼啊、弄饭啊、拌面啊，哦，真的3碗饭起跳，香辣是不是？真的超赞。老板给的这个无锅鱼是配上我今天摘的这些菜啊，这些食材，我就要做一个很新鲜、很棒的剁椒。好期待哦！哎，期待不是光吃啊，对不对？要考验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要帮忙是不是？那当然啦。好，我尽力。好啊。明翰，你不要做剁椒鱼。剁椒鱼，哎，当然整哎，你这个做法哪好？起火是不是？可是我不会呢。不会，老板在那边，你不会叫他教你。哦，好。丢哥，大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就是生火啊什么的？好，那我们来去拿生火的材料。哦，生火材料在那边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就是我们这个干掉的香蕉叶，拿这个去生火。对。OK。这样2片。对，多一点。还要吗？还要多一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比较好生火。哎，它这个也不好拔呢。你可以拔下面一点。拔下面。对。那这位就不用动多。哇，那这位，哎，墙色里面做的类似的，等下让边，用色水它强。你行不行啊？我们可以挑干的，像这边的。好。哦，这还湿湿的不好。对，湿湿的就比较不好拿。没关系，这样子应该够了。应该够了哈。对，应该够了。好。迄讲做鱼的用2种的来这位，你色水就可以了，无重用。好，那下一个步骤是，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放下来，放进来。你看，你现在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的人要吃一顿饭真的很辛苦哎，我连拔叶子都拔不好。所以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啊，真的是。其他地方要点吗？把它点着之后，这样我们稻壳就稍微拨一下。也不能盖掉它的。对，不能盖掉它。你可以吃很辣吗，明翰？哦，我其实吃蛮辣的。真的？对，因为我一直都蛮喜欢吃川菜啊、湘菜啊之类的。太好了，基本你作为剁椒鱼哦，你有懂吃，那这位有懂酱，我觉得备料很辛苦。对啊。你又不会切咩？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帮忙生火嘛。是啊，没有2用，总要有1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先这样让它慢慢点着。这样是有成功吗？有成功。好，先把这些清一清。对，先把它清一清。很特别吧？对啊，
跟你家里瓦斯炉一打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传统相声里面讲的什么青炉渣，就是这个。对。可是它可以再利用，我们可以拿到那个田里面，然后拌着肥料，让土壤更有那个活性。哦，就施肥的感觉。对。哎，那很聪明，你看叶子枯了可以拿来生火啊，这个炉渣又可以拿去施肥。对，很有智慧。这就是大自然。这样一比就显得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很浪费啊，什么东西用完就丢了。你才知道还要准备姜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绑起来，放在仓库。好。那我们推到树下就好。好，树下就好。对。好，那就谢谢老板，我回去帮忙一下。好。欣赏，哎，我回来添树了。好，开树了，你那边搞定了就对了。对啊，我这个腰已经开始酸了，你都还没有怎样。哦，就等那个火慢慢起来吧。好，你看我这边哈，辣椒，来这位，哎呦，酸头、油麻应该够了，所以我现在剁椒的料基本上就够了，还蛮有效率的，有这个帮忙，真的。然后现在要把它腌制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加一点盐巴、米酒。其实我有时候会放高粱酒，这么重的酒，对，那味道会更不一样。这样子这个鱼这样腌下去，它就是喝醉酒又因为它这样子佐料就会很入味。是。那有的人会说太辣，你可以放一点点的糖，但其实我是放的不多，因为糖只是让它说就代替那个咪酥的感觉。哦。对对，就像台南人不是什么菜都放糖的这样。都放糖。来，那个罐子拿给我，罐呢？这个罐呢？对，拿一下罐呢哈。来，这位，刚刚盐巴、米酒什么都 OK 了。我们这样子不能马上吃，我们要再放在外面。我牙你甜死安捏烧嘛，你不用差不多用3日啊，2、3天，不用被纯米稀，就是发酵。所以我们还要待在这边录2、3天。不用，不用都不会用3日，这样不用都本上差不多半张年，就都在吃的，你就都在蒸鱼呀、煮饭不用面呐，就都在吃。掏出来时间哈。妹不是切来这位，就不用一桶吃东西，那个就做对了。这加什么东西都很下饭的感觉。对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有没有很厉害？刚刚好。对啊。这关就送给你啦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这么紧张啊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蒸鱼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条鱼，我们要腌它，要先腌制。那腌怎么样？用米酒，好，撒一点下来，撒一点。OK， 用一点米酒。一样的道理，为什么要用米酒腌？哦，发酵。不是，去腥。黑啦，要讲起出熟啦。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切一根葱，切几葱哎，像它太几的位哈，主要也是帮助那个米酒是啊，腌入味这样。对，帮我摆下去，然后姜片，姜也是。切姜。对，然后铺在上面，就是要是一样，就把它去味腌制，讲起那个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来要炒料，因为我们今天哈时间的关系嘛，我这个剁椒是之前做好的哦，你看味道就已经完全进去了。对，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还要有那个黄豆豉，就我讲啊，爸谢时间，我搞豆瓣酱或黄豆豉，然后我们可能会要2根的蒜头，我们把它切一点蒜头，加到我们那个原来。可以直接这样加进去，可以，因为等一下要一起拌炒。之前腌的哈，米西它辣了，我们要一点新鲜的东西。然后像豪生辣哈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新鲜的辣椒，一起炒，这样子它的口感就比较有层次。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把这些备料炒一炒 ，OK， 弄一点点，这油不要太多。好，然后把刚刚那个佐料，好，来这边，有没有？豆豉哦。要挑丝都剩下去，因为要挑丝冇泡过啊，没泡过，比较软的喂，来给你。好，然后你的佐料给我，刚刚的整碗有没有？好，这不用炒太久，你不要跑啊！哦，超怕它溅出来的，这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只是过个味道，有没有闻到辣味？有，香味整个已经出来了。因为有的做那个剁椒鱼哦，这个冇炒锅啦，来吃这个。自己被呛到，关火嘞，
哎，可以。哎，你现在帮我把那个鱼哦，嘿，你把那个葱姜蒜弄掉，换一个大盘子。哦，好。啊，然后要铺葱上去吗？哎，你还知道铺葱哦？对啊，谁教你的？之前看美食节目的时候，真的看到他们会在底下铺葱是为什么吗？应该为了好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怕那个鱼哦黏蛋。哦，怕粘在底下粘着。OK。这个锅子哈，我觉得我就直接这样撒上去，泼上去。哎呦，均匀一下。我就放一点米酒会比较香，蒸的时候不用先米酒。你那边蒸笼怎么样啊？应该是 OK 了，要我去帮忙把它打开，然后要开着，你把去拿去蒸。我先拿个手套。OK。今天的鱼很新鲜。OK，可以哈。可以。好，辛苦哦，小心哦哈，声音啊哈。OK。哎，按钮要整差不多13分钟。OK， 蒸13分钟它就差不多了。尤其这个很传统，那个它的温度很平均呐。因为它是用这种糠，有没有？不像传统的时间是用那个木材，它那个火候就不好控制哦。好，就还拿个管子一直吹，好辛苦哦。是啊，你可以盖起来。啊，我们想看它最后一眼呐。没有，你要盖起来。好，盖起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被油爆1、2次，你其实下次就会做菜了。好，太可怕了吧？不要怕。我现在在战兢兢当中啊！不要怕，出来了。有哈。哎，不是我的手的肉香哦。真的，等你吃一餐饭，真的会腰死啊！虽然笨手笨脚了一点，但还是可以的。对。懂吃，来做事。哎，人讲客家人好食饭，奈良时节都有饭。客家美食传千里，人客食到味千年。面好啊，好吃哪个客家菜啊？我好吃，客家炒肉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吊菜，哦，客家擂茶，客家糍粑。对，你讲的全部，哎，有哪个好吃的板的吗？红板，水板。艾板、米板、发板、瓜板、龟板、咸板、甜板、咸甜板、花生板、豆板、9层板、虾公板、碗仔板、面帕板、长甜板、新丁板、芋头板。哎，停住，就是要找到重点的。芋头板，他给发用的讲乌板呢？乌板哎，对，我们马上现学，要教你做另外一道菜。又来做这个乌板，对不对？你会做吗？对，我不会啊，不会做，我不会吃。真的，我切一切哈，待会你就帮我去煎，好不好？你放心交给我，是不是？我放心啊。好，你顺便帮我看一下那个鱼呀什么好了没有？好，我先去那边顾一下那个锅炉那边好了。好，我切大块一点哈。好，因为我对你的煎是不太放心。不太放心是不是？哇，要入味真给很扎实哎。OK，来，你看，你切。怎么样 ？OK， 差不多。哎，那你可以过来帮我哈。我现在也差不多半熟了啦。真的好，半熟了。对。你等下老爷就办的哈，去剪啊嘞。好，没问题。做的哈。好。我哋拿个人参伊开火。老师要放多少油啊？来，你放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来，老师说停我就停哦。好，再来一点。OK 了。OK， 等它热哈。等它热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然后你可以用手下去试热了没？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太可怕了吧？这样还可以再热一点，哈。那我这边就可以备料，我这边会有准备的香菇，因为我们根本就煮的是乌味汤，乌味拌汤，所以我们要还把它放进汤里面就对了。对，哎，其实你可以放下去煎了。好，一块块放，你小心啊哈。好，没问题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被油爆1、2次，你其实下次就会做菜了。好，太可怕了吧？不要怕。我现在在战兢兢当中啊！不要怕，然后不用酸头，一丝丝的酸头，有香味出来了。有哈。哎，不是我的手的肉香哦。其实你不用哈，剪都烂，你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。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煎呢？就是煮汤的时候比较不会裂开。不会散开，固定这样子。对，就像裸配拌，你也可以要煮汤的时候就可以煎一煎这样子。然后这些香料差不多都备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都在哈。在等它上色嘛。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嘞，来，那我去拿那个油的那个。来，你把它这样，我们过一下油，
因为等它加个油哦，就做拿炒桶，好，炒桶用。真的，等你吃一餐饭，真的会腰死啊！哎，真的，我虽然笨手笨脚了一点，但还是可以的。对，哎，其实如果你要光吃用剪的哈，就要剪它擦的位，哎，可以哈。哎，好，这个 OK， 就剪它擦的位。那我们因为要煮桶，就不是按擦，然后我们要放一些青菜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菜？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叫菜，这个菜叫什么哎？这个叫青松菜。很轻松，吃了就很轻松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叫小白菜，真的是懂齐呀！你炸个时间就糖都长哎，很特别，连声音都是脆的，真的连声音都是脆的，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啊！真的哦，这一遍就比上一遍剩多了。小心哈，你拿到那边去哈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现在就要开始炒料。好，就用加纯的油就都在。你看你，其实这个不用把它弄掉，我们把这个。虾米、蒜头、香菇也得，要炒香来，因为底部有香菇也得米丝，然后给红葱头，我们都能拿来。哦，红葱头。是的。这个吗？对，红葱头我们只要用一点，不要太多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炒多虾米软哈，还有这个香菇软，就有点入味了，是。就可以，整个味道就飘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就加一点滚水。好，拿热水。对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你会不会加进去？好，一样，老师说这个停我就停哦。停哦。再来。好，锅盖起来。哎，你的鱼怎么样了？对，我差点忘记还有鱼了。那我现在要热油。因为那鱼最后还有一个动作是热油。我热油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把鱼拿出来。好的。哎呦，卖相不错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最好是你刚刚那个锅盖就抹盖很。哎呀，那个没有擦啦。怎么会没有擦？不影响，你看，我放在砧板上哦。然后放砧板上。好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拿筷子，有没有？哎，把我刚刚铺在底下的葱抽掉。好。这边有个筷子，看你的技术了哈。轻轻的抽走，可以吗？我们这鱼感觉大条蒸一蒸变那么小条。对啊，然后刚刚觉得这个辣椒好像不太够，现在感觉铺的还满满的。因为鱼缩水了。好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浇一下油哈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浇油吗？最后再把那个辣椒的味道再刺激出来一点。是的，再刺激一下。你真的懂吃哎。哦，懂吃啊，你真的。对辣我是蛮懂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小心，可以，还可以。这就是紧闭周围给剁椒，主要就是靠我小时候的怀念的味道，爸爸的味道。剁椒，哎，我们的汤看怎样？乌味半同后嘛，哎，差不多喽。我们刚刚不就有弄很多菜吗？是，来把那菜拿过来。都拿来吗？到这边，我就知道他会搞错。好，来，青菜下去。你知道为什么乌味半到现在还不放？就怕它煮到太烂。对，因为它已经煎过的啦。你调料可以吗？调料？对，再放点韭菜更好吃。我没有信心哦。来，你放点盐巴。啊，量呢？半汤匙。好。再放点韭菜，它赶紧懂好是韭菜。韭菜就是它赶紧讲哎，长长久久。而且韭菜吃多了，这个比较容易生小孩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是哎，客家人讲韭菜为什么？哎，结婚哈，到那个回娘家，妈妈一定要煮一道菜韭菜，她希望夫妻之间重救哦，是有这个谐音的那个，不是那个你想歪的。有这个谐音，也有这个功效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来，我加半汤匙哦。你加半汤匙吗？对。我觉得还可以再加。可以啊。好，再加一点。拌一拌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那个乌味拌拿来。好，就这个时候乌味拌就可以一起放下去。我试试看它汤的味道如何。哦，好淡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再可以。好淡。刚那个好淡是老公韭菜吃不够的表情啊。胡椒粉。好。来，公爱。因为那个芋头糕刚哈，等于算熟的了，对不对？又煎过，我们主要吃那个青菜的味道，差不多了。哪不然装起来？好，回锅的。
明华，你先试下乌的半桶跟米线用哎。好，来看看味道怎么样哈。是你煎的哈，怎样？那汤真的蛮香的。真的吗？我看那个韭菜的味道加分很多哎。哦，好软哦，这芋头板真的好软。我小时候是很不敢吃芋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粉粉的味道我很怕。那所以小时候爸爸本身也是哈嘎年嘛，所以他有时候早餐就会买这个芋头板自己来煎。对，看到会生气耶，真的哦。但我现在长大以后越来越能 get 到这个味道。所以说吃东西的口味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。对，像我爱吃辣，因为我爸从小做菜就放辣，我到现在还是要吃辣。累了一天之后吃这个特别有饱足感。你有没有很佩服我？有。你又爱讲，又那么会说相声，真的，不但这个台上的艺术好，连这个厨房的艺术也好。出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，上得了舞台，是不是？出得了国际，真的哦。对。以后去菜市场，我不要跟人家杀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们好辛苦，好辛苦哦，真的。你要不要吃一下这个鱼啊？好。这是我的拿手菜耶，因为是爸爸的米西，虽然可能现在有一点凉了，但我觉得先试试看它口感怎么样。怎么样？哦，好吃，哦，这是真的，真的哈。那我就放心来吃吃看了哈。真的，米西肚肚厚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好吃，真的不行了。而且我们两个都爱吃辣，这个辣味真的很真的好好吃。你知道明翰，我知道你以前在香港念大学嘛？没错。你还是那个什么海底捞的那个视察员。对，我当过那个海底捞的试吃员，每个月还可以去吃海底捞，一个月给我1600港币，带朋友去试吃。然后就去吃他们这个辣度够不够，他们这个鲜度够不够，所以我对辣是非常敏感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多羡慕你吗？因为我超爱吃海底捞的，想要来当我同学了。对啊，真的，真的不错。鱼好嫩啊，于老板这个不是你钓的对不对？于老板钓的吧？他这个无锅鱼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超嫩的，然后配上这个辣椒啊什么的味道，所以这就是我爸爸小时候的味道，就跟这差不多，真的。其实回忆就是一种家乡的味道，是你就会特别想念父亲。然后想到他那时候从大陆来台湾，他为什么会做菜？因为他先逃难到吊井岭，是香港吊井岭。那时候懂岭啊，很多人在那边，所以就像小时候我们这边台湾的眷村一样，什么菜都会做，所以他就学了这道菜。其实就是湖南人教他的，只是他可能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。但老师能把这个味道记得，然后 copy 出来也蛮不容易的。哥，现在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耶，真的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。虽然我不是种菜，你看我们这样。出来从一大周去菜市场，对啊，买菜周半呢，你雕呢，只也没有雕杂菜，然后才有这样子2道菜的完成。但是我们在你头按哟，来有没有真的好辛苦？真的是感觉到快乐的时光哦。有太阳还是过得蛮慢的，真的还是蛮慢的，真的，所以就觉得有东西吃就是一个很幸福、很满足的味道。我觉得我们每天在家里吧，有时候做菜给小孩子吃的时候。我就跟小孩子讲，这以前阿婆很喜欢这样子煮。他说是哦，跟他讲有一点故事。我觉得菜有一点故事，就会有人情味，是就会有人情味，而且能够感觉到背后的那个爱心我们就怎么可能嫌得出来了嘞？对啊。我这边有切呀，9层塔、7盐菜、酸头辣椒味，就是你可以干吃，沾的那个风味又不一样。对，你试试看味道是不是不一样？味道。画龙点睛是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沾一点，我觉得味道又完全不一样，不会那么腻，那改。对，是不是？一吃整个精神就上来了，真的啊！今天真的是很感谢老师这么辛苦做了2道菜给我吃，谢谢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要这样常常出来玩。是，都是得味。乡村买一把幸福，装得千百种，黏黏嘅笑容，滴了短短嘅路行。苦瓜、豆腐、鹹菜乾，每日基本嘅食飽滿。Supermarket 我買幾千間，係最貴嘅行。鹹酸苦甜有幾爽，有一種熟悉嘅笑囊。門外有限期限有幾長，所談的人生。健康嘅
健康。